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是待降节第一个星期二，12月2日。今天的主题是上帝看着。我们预备聆听，上帝就赐福给这一切，说：滋生繁多，充满海中的水。我们用敬虔的心来阅读创世纪1章9到13、20到23节。上帝说：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，使旱地露出来，事就这样成了。上帝称旱地为地，称水的聚处为海。上帝看着是好的。上帝说：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，并结果子的树木，各从其类，果子都包着核。事就这样成了。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，各从其类，并结果子的树木，各从其类，果子都包着核。上帝看着是好的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3日。上帝说：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，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，天空之中。上帝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，各从其类，又造出各样飞鸟，各从其类。上帝看着是好的。上帝就赐福给这一切，说：滋生繁多，充满海中的水，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5日。我们用敬虔的心来探求并深思。这些是耳熟能详的文字，但你有多常虔诚地反思它们？如果很少，为什么？创世纪创造故事的主要题目之一是上帝与受造物的关系，这关系也连接耶稣到受造物。因此，在待降节阅读有关创造的经文，并不会偏离耶稣降生的主题。基督来是要使受造物恢复原来的美善。今天所读上帝创造水的经文，与我们待降节的主题，这条河经过的地方密切相关。上帝说：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。还记得以西结的意象第一个主日里面所说的吗？死海复活，充满水中生物，到处都是活物。水与生命
密不可分。因此，耶稣应许活水的河流，在圣灵里的生命，并且上帝看着是好的。在创世纪第1章中，上帝看着这句话出现了7次，在今天这段经文里就有3次。这里的看着并不是一种匆匆肤浅的观察，忽略细节和深度。上帝的看着是一种沉思的行动，就是既注意整体，也留意细节。沉思是一种爱的行动，因为坚持要同在，耐心等候一切显明后，才做评断。上帝看着是好的，因为上帝花时间观察一切，包括他的美善。充满生命的水是好的，耶稣所供应的活水也充满生命，同样是好的。在耶稣所供应的活水里，你看到什么？回答之前，请我们花时间耐心等候。让我们用祷告来回应。创造万物的上帝，在你那秩序井然、生命丰富的世界里，愿我活出喜乐感恩的生命。愿我能以你看的方式去看。阿们。活出顺服，花时间去真正看到在你眼前的是什么。